第7课，耶稣受洗礼。这是听洗礼约翰的故事。听洗礼约翰被约旦河，真侪人来请约翰，伊甲众人讲：恁着悔改恁的罪，受洗礼。伊讲着悔改恁的罪，有真侪人悔改。人悔改时，约翰甲因行洗礼。伊伫约旦河甲真侪人行洗礼，真侪人悔改受洗礼。因若无悔改，约翰无甲因行洗礼。耶稣去约旦河，耶稣甲约翰讲：我要伫约旦河受洗礼。总是约翰讲：你无罪，你毋免悔改；你无罪，你毋免悔改；你无罪，总是我有罪。你爱甲我行洗礼，总是耶稣讲：我无罪，我毋免悔改，总是我爱受洗礼。约翰甲耶稣落约旦河，约翰伫约旦河甲耶稣行洗礼。有一只粉鸟仔对天落来，粉鸟仔对天落来，上帝的圣灵对天落来，粉鸟仔对天落来，上帝的圣灵对天落来。粉鸟仔到耶稣的头顶，圣灵到耶稣的头顶，对天落来，粉鸟仔到耶稣的头顶，圣灵对天落来，圣灵到耶稣的头顶。对天有声，迄个声是上帝的声，迄个声是耶稣的天父的声。上帝的声讲：这是我所听的囝。上帝的声讲：耶稣是我所听的囝。上帝的声讲：着听我所听的囝，伊是我所听的囝，着听伊。听洗礼约翰听上帝的声，众人听上帝的声，因听上帝讲：这是我所听的囝，着听伊，伊是我所听的囝。约翰甲众人讲：耶稣是上帝的囝。恁着悔改请耶稣，伊会赦免恁的罪。伊是上帝所听的囝，伊对天顶落来赦免恁的罪。众人讲：着听约翰的话。约翰讲：耶稣是上帝的囝。上帝的声讲：这是我所听的囝。众人讲：咱着悔改受洗礼，咱着悔改，上帝会赦免咱。上帝要赦免咱的罪，咱爱上帝赦免咱。看马可第1章第4节到第11节。